90%香港長者都以為首相可樂右筆好日子接喺深圳地鐵免費拍卡搭車，但真實情況係你亂拍唔止過唔到閘，仲有可能直接凍卡，返到香港連地鐵、巴士都用唔到。今日呢條片，我將所有香港人最困惑喺北上搭車問題一次過徹底講透。我會話你知點解樂悠跛喺大陸完全行唔通，網上瘋傳啟深圳取消港人免費福利，到底係真定假？深圳地鐵新啟人面查核系統係咪專門針對香港人？最後手把手教你3種備份備合法、零風險、永久有效喺北上免費搭車方法，等你以後北上探親、飲茶、睇醫生、遊玩，再唔會俾閘，唔會中伏，唔會俾凍卡。如果你身邊有60歲以上啟長者，有成日北上啟家人，呢段內容一定要認真睇完，並且轉發俾佢哋。呢個係目前全網最新、最完整、最權威啟深港長者出行規則解釋。我先直接將最核心、最顛覆大家認知啟真相擺喺最前，等大家一次過破除幾年嚟啟嚴重冇 K。樂悠北即係香港政府發放啟長者八達通，從來從未一直都唔可以喺深圳地鐵使用，更加冇免費乘車啟資格。你冇聽錯，唔係而家唔用得，唔係趁機禁止，係由頭到尾呢個系統就冇互通過。點解90%以上啟香港長者都會中呢個伏？冇理解大家啟誤解留言。喺香港，只要年滿60歲申請樂悠之後，搭港鐵、搭巴士、搭輕鐵、搭渡輪，幾乎所有公共交通都有優惠，甚至免費，使用體驗暢通無阻。久而久之，大家就自然覺得呢張政府認證啟長者福利卡係通用啟跨境福利憑證，嚟到深圳、嚟到大灣區一樣可以享受長者優惠。但大家一定要搞掂一個最底層啟邏輯，亦係幾乎冇人講清楚啟關鍵點。樂悠北啟所有補貼、所有福利，被分別由香港特區政府財政獨立承擔。呢張卡啟服務邊界、福利核銷系統、身份認證數據，只限定喺香港境內使用。簡單直白啟白話解釋就係，香港政府啟福利只喺香港有效，唔會亦唔可能由深圳政府埋單。而深圳地鐵完全獨立啟公共交通營運體系，隸屬於深圳市地鐵集團，佢有自己獨立啟結算系統、獨立啟身份核驗資料庫、獨立啟福利發放規則，同香港啟八達通系統、樂悠跛系統完全係兩套互不相通、互不連接啟體系，冇任何數據互通、福利互通啟接口。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最近好多長者北上搭車頻頻碰壁，亦順帶剔除一個最大啟網絡謠言。最近社交平台瘋傳一則消息，話係深圳地鐵坤基唔再接受香港樂悠北，取消香港長者免費搭車福利。我可以好負責任、好明確咁話你知，呢句說話前半段係事實，後半段係徹頭徹尾改假消息、誤導資訊。真實改情況從來唔係而家取消福利，而係樂悠北從來就唔喺深圳地鐵改免費憑證名單入面。過去用唔到，而家用唔到，未來都唔會開放通用，根本唔存在取消福利呢一講，因為呢項福利從來唔包樂悠北。我俾大家睇深圳地鐵長期公細啟官方明文規定，呢個係常年不變啟標準，唔係2026年啟坤基。深圳地鐵明確寫死，年滿60周歲不幸酷幾啟長者想免費搭地鐵，必須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證、港口居民居住證，或是港口居民嚟往內地通行證，即係我哋成日講啟回鄉證。大家可以仔細睇呢份官方清單，由頭到尾完全冇樂悠北，冇香港八達通，所以好多長者啟冇區就喺呢度，以為自己有長者八達通就萬無一失，去到閘機口反覆拍卡，反覆嘗試假鎖免費通行。我必須鄭重提醒所有觀眾，呢個動作非常危險，後果好多人承擔唔起。如果你頻繁用樂悠北去拍深圳地鐵閘機，系統會直接判定為異常拍卡、異常操作，你將樂悠北去俾直接凍結，而且呢個凍卡唔止影響大陸通行，係直接鎖死張卡啟所有功能。你返到香港之後，正常搭港鐵、搭巴士、搭渡輪都完全用唔到，必須專登跑去港鐵客服中心排隊辦理人工解鎖先恢復得，白白浪費大量時間同精力。如期不斷中伏、不斷被閘，甚至被凍卡，不如徹底搞明真相。唔係深圳針對香港人，唔係福利收緊，係兩地系統品質獨立，福利各自獨立，規則一直如此，從未改變。講到呢度，好多人一定會問一個最關心啟問題，既然樂悠北用唔到，咁網上講啟深圳取消香港長者免費搭車福利，到底係真定假？我直接俾大家最肯定、最權威啟答案，林粉品係謠言，完全不實。唔單止冇取消，2026年深圳對於港澳長者啟免費乘車福利、養老福利，仲喺度持續優化、持續放寬、持續可用，包容到遠超大灣區其他所有城市。我哋直接睇深圳市政府啟官方文件，呢個係最硬、最無法反駁啟證據。一句深圳市隱形政府辦公空發布啟關於擴大我市老年人享受敬老優惠待遇範圍啟通知，
明規過境，凡喺深圳市居住、年滿60周歲以上嘅老年人，不分去籍、不分來源地，全面納入敬老優惠範圍。其中明確包含港澳台老年人，只要你年滿60歲，出示有效證件，就可以免費搭深圳市內所有公共巴士、所有地鐵巨大交通，只限普通車廂。呢項福利常年有效，從未取消，從未收緊。而且深圳係成個大灣區最包容、門檻最低嘅核心城市。大家一定要記住呢個重點，深圳唔需要你有本地居住證，唔需要你有本地敬老卡，唔需要你定居當地，只要你是港澳長者，年滿60歲，持有有效官方證件，就可以直接享受免費乘車福利。對比周邊城市，你就睇得出深圳嘅福利有幾寬鬆。2026年全年，深圳唔止冇留所有港澳長者福利，仲持續升級跨境便民路線，好似大家成日用嘅高快巴士37號，已經正式升級為港人北上就醫專線。專門服務往返深港就醫，復診佢港澳長者年滿60歲，憑有效證件2年卡就可以直接免費搭。由2026年7月1日開始，全新嘅頂級巴士 R27號線都正式納入公共公交路線，同樣執行統一嘅長者免費政策，持有效證件只可通行。除此之外，深圳市民政局發布嘅深圳市基本養老服務清單2026年版，更加直接將港澳長者嘅福利等級拉到同深圳本地長者完全一致嘅水平。只要你辦理深圳2年卡，就可以一次過解鎖近20項部分養老福利。除咗大家最關心嘅地鐵、公交免費，仲有市屬公園整點免票、公立醫院掛號找費優先、穩體場館消費自扣、免費健康體檢等等多項福利。好多人唔知佢係，截至2026年已經有將近10萬名65歲以上嘅香港長者選擇定居、長住大灣區生活。而深圳呢套不幸去嘅開放包容嘅敬老政策，就係吸引大量港人北上養老、生活、退休嘅核心原因。呢度我都要順便辟除大個大幕區，亦係最近爭議最大嘅話題。好多香港長者甚至部分自媒體都喺度講，深圳地鐵新上線嘅天眼智能人面下驗系統係專門用嚟針對香港人檢查港人、限制港人福利嘅實備。呢個都係完全錯誤、片面解讀。我直白話你知真相，呢套系統由頭到尾都唔係針對港人，係針對所有企圖濫用、盜用長者免費福利嘅人，係一套面向所有人嘅公平監管機制。好多人只睇到查核變嚴、通行變得規範，卻唔知道點解深圳要啟用呢套智能系統。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大陸各地長者免費乘車福利頻繁出現嚴重嘅福利濫用問題，好多未滿60歲嘅人，好多唔符合資格嘅人，冒用他人長者證件拍卡免費，霸佔公共資源。呢個係所有城市都喺度打擊嘅良性。深圳地鐵早喺2019年就喺11號前率先實行智慧客服與智能核驗系統，至今已經運行多年。並唔係2016年突然針對港人推出嘅新政策，呢套系統嘅運行機制非常簡單透明，我同大家講得清清楚楚。佢採用官方證件數據核對，加上人面生物特徵比對，係雙重驗證機制，系統會自動核對你嘅證件搖號紙、出生日期、身份資訊，再對比真人臉部特徵，兩者完全匹配，資格後歸先會自動放行。呢套智能核驗嘅速度比傳統人工核對快3倍以上，品質係為咗提升通行效率，減少排隊。杜絕人情漏洞，杜絕福利盜用，係便民升級，唔係針對限制。深圳地鐵官方早已公開係咪公示結果，我可以明確話你知，近期所有被截停、被勸退、被處罰嘅香港長者，冇任何一例係後歸通行被針對，全部都有明確違規原因。一係冒用他人證件，一係真實年齡未滿60周歲，一係證件過期失效，一係誤走普通閘機，唔配合查核。好多人會疑惑，點解而家落右白次底唔被接受，查核變得咁嚴格？其實官方收緊查核有一個非常合理，大家都理解到啟地產原因。香港啟落右白申請文卡非常寬鬆，大家年滿60歲前3個月就可以提前申請、提前拎卡。而且最重要嘅一點係，落右白卡片表面完全冇標示出生日期、冇年齡資訊，呢個就造成一個好大嘅漏洞。大陸地鐵直院智能系統根本冇法肉眼，亦冇法後台核對持筆人真實年齡。無法確認你係已經滿60歲，何須享受福利，定係提前辦卡，未滿年齡濫用福利。為咗杜過呢種度大霧啟福利濫用行為，保障公共福利公平分派，深圳先會明確過境，只接受有明確身份資訊、可核對年齡、可查驗搖號紙嘅官方證件。呢個唔係針對港人，係針對所有想模糊規則、濫用福利嘅人。換句話講，係為咗保護真正合資格嘅長者可以公平享受福利。講完所有誤區、所有謠言、所有地產邏輯，接下來我俾所有香港長者、跨境家庭手把手整理出3種備份備合法、零風險、可永久使用喺深圳免費搭車方式，覆蓋低頻、中頻、高頻所有北上場景。從今以後，北上搭車再唔會中伏。第一種方式，
亦係最適合大部分留意北上低頻出行長假嘅行方法。人工通道精簡核驗通行法，好多長假一年至北上幾次，單純探親、飲茶、短期有還，唔想辦卡，唔想綁大型手機，唔想做繁雜操作，咁你就用呢招零成本、零門檻、零風險。深圳每一間地鐵站唔分大細，唔分熱門冷門，全都專門設有長假免費人工核驗通道，大家唔需要去自動閘機拍卡，唔需要掃碼，直接行到人工櫃台、人工通道就得。你只需要隨身攜帶有效回鄉證，或是港澳居民居住證，遞俾現場工作人員。工作人員會配合天眼智能系統核對你啟證嘅要求，真實出生日期、人面資訊確認無誤之後，就會手動開採放行，全程唔需要任何費用，唔需要任何操作，唔需要提前申請。好多網民都親身驗證過呢個規則。有網友分享，自己上星期從大橋站搭地鐵往返蓮塘口岸，全程都係出示回鄉證人工通行，而且而家個個車站查都非常嚴謹。有時候仲要到櫃台二次確認證件資格。呢度提醒大家一個小習慣，北上千祈記得隨身攜帶回鄉證，唔好淨帶落右筆香港身份證。過關北上本來就需要回鄉證，出示證件免費搭車，只係順手啟事，完全唔麻煩。第二種方式適合每星期都會北上過平往來，成日出入深圳啟長者，亦係長期最方便、最慳心啟方法。辦理深圳智慧養老2年卡。如果你每個月北上次數好多，喺深圳有親人，成日北上消費夠意，我好建議你直接辦一張2年卡，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出行問題。2年卡喺深圳市政府官方推出，民政局監管，銀行發行啟智慧養老憑證，唔係民間商業卡，唔係收費卡，係純官方、純福利啟便民卡片。呢張卡功能非常強大，整合咗身份識別、敬老優惠、津貼發放、銀行儲款、公共交通出行所有功能於一身。只要你是年滿60周歲，喺深圳居住嘅港澳居民，憑藉回鄉證或是港澳居民居住證就可以免費申辦，完全唔需要任何辦卡費、手續費。辦卡成功之後，今後你喺深圳搭地鐵、搭公交，直接拍卡出入，系統會自動識別你啟長者身份，自動零元扣款，同你喺香港用落優惠一樣方便，唔使每次都出示證件，唔使人工核對，申辦渠道都非常簡單，完全唔使跑腿。你可以透過 i 深圳 APP、深圳研習微信公眾號、平安銀行 APP 線上申請，亦可以直接去平安銀行、建設銀行指定擁搭現場辦理，全程操作簡單，審核快速。而且呢張卡唔止搭車免費，仲可以加坐深圳全套養老福利，絕對係港澳長者北上生活啟必備卡片。第三種方式適合習慣手機出行，唔中意帶實體卡啟長者，微信、支付寶回鄉證實名認證，開通長者免費乘車碼。而家大部分長者都會用智能手機，都會掃碼出行。呢招就係最適合數碼用戶啟免費方式。目前微信同支付寶啟深圳乘車碼系統已經全面開放港澳回鄉證實名認證通道，專門服務港澳居民。操作步驟非常簡單，我簡單講一次，大家可以俾長者跟住操作。打開微信或支付寶啟乘車碼頁面，進入個人中心實名認證，將證件遞俾持範圍港澳居民嚟往你地通行證，準確填寫回鄉證號碼、搖號詞、真實姓名，再完成簡單啟人面識別認證，就可以完成認證。系統會自動讀取你啟年齡資訊，只要你年滿60周歲，就會自動幫你將普通乘車碼升級為長者免費乘車碼，今後掃碼出入地鐵、公交，直接零元扣款，暢通無阻。以上3種方法就係目前深圳官方認可、被分被合法、零違規風險啟免費出行方式，冇第4種捷徑，亦冇再次來有白卡，避免中伏凍卡。呢度我再補充一個，所有人都必須知道啟核心重點，亦係好多人偏偏被詐啟關鍵細節。回鄉證係香港長者喺深圳享受免費乘車福利，啟核心有效憑證，冇任何替代方案。從2026年5月開始，深圳地鐵所有車站都已經強化查核機制，明確要求想享受長者免費福利，必須出示有效回鄉證、居住證或身份證。有網民喺布吉站親眼目睹，唔少香港長者只帶落右筆香港身份證，無法出示回鄉證，最終只能放棄免費資格，自費買深圳通拍卡入閘。亦都有好多北上市民反映，而家全深圳地鐵站查核都非常嚴謹，有時候仲要到櫃台二次確認年齡與證件有效性。唔止針對港人，本地長者、外地長者都會同樣查核，規則一視同仁，完全唔存在針對香港人啟情況。最後再次提醒大家，證件有效性非常重要，過期啟回鄉證、失效啟證件喺深圳所有福利核驗系統中都會直接被標記為無效，完全無法享受任何免費福利。大家每次北上前，務必檢查自己啟回鄉證有效時，避免白行一趟，受慶而歸。除咗深圳本地規則，我仲要俾大家補充一個大灣區跨城出行啟超重要知識，避免大家跨市中伏。好多香港長者有一個巨大誤區，以為大灣區福利全面互通，深圳可以免費，
廣州、珠海、東莞、佛山就可以直接免費搭車。呢個係完全錯誤解認知。成個大安拖公共交通福利實行改革地方財政自負盈虧，一城一策，互不通用，改規則。每一座城市改福利標準、覆蓋人群、核銷方式都係獨立改，完全唔互通。我哋頭先反覆強調，深圳係成個大安拖最包容、門檻最低、福利最好改城市。不限戶籍、不限居住地，憑有效剛好證件就可以免費乘車。但其他城市規則完全不同，好似廣州必須持有本地敬老證或是居住證先享受長者優惠。珠海、佛山需要辦理當地臨時交通卡先解鎖福利，單純憑回鄉證喺呢啲城市無法直接免費乘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喺深圳可以免費跨城去其他城市都通用。如果你從深圳坐高鐵、地鐵、巴士去周邊大灣區城市，冇走免費通道，強行享受福利，只會被工作人員禮貌拒絕，最終都係要全日購票。跨城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確認當地規則，避免間加中伏。既然講到福利，我就順便將深圳港澳長者啟全套隱藏福利一次過俾大家整理完整，等大家知道深圳對港人啟包容同優待，遠遠超過大家啟想象。除咗我哋頭先講啟地鐵、公交免費，持有有效證件或是2年卡啟港澳長者，仲可以享受10幾項官方普學福利，好似深圳市所有公立文化場館、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美術館全部免費開放。全市市屬公園、旅遊景點、長者免票入場，公領醫院掛號、繳費、繳診全程優先，各大穩體場館消費均屬折扣。65歲以上長者每年仲可以享受一次官方免費健康體檢，持有2年卡啟長者仲可以奪執居家養老、上門護理、養老津貼申請等全套服務，真正實現一卡通行，全程徑便免。除此之外，香港長者仲可以喺大灣區醫療券試點使用香港長者醫療券，喺深圳21間官方認證服務點小醫消費，直接抵扣門診費用，實現跨境醫療福利互通。截至2016年，深圳智慧養老2年卡已經服務超過8萬名長者，覆蓋全市90%以上老年人群體，睇企非常成熟，福利非常完善。深圳市民政局亦喺2016年工作重點中明確指出，會持續優化跨境養老服務，針對中度以上失能長者推出專屬養老服務消費補貼。港澳長者同樣可以申請享受。講到呢度，我相信大家已經完全睇清所有真相，破除所有謠言啦。網上嗰啲深圳針對港人、嚴查港人、取消港人福利、收緊跨境政策睇消息，全部都係片面解讀、資訊落差，甚至係自媒體為咗流量刻意製造啟對立同恐慌。真實啟趨勢啱啱相反，深港融合只會越嚟越緊密，跨境便民政策只會越嚟越完善。港澳長者喺大灣區喺養老環境只會越嚟越友好。2026年全年，深港兩地持續深化交通融合，便民服務升級。好似我哋頭先提到喺A27定制專線，從今年1月運行以嚟，截至6月28日，已經發車6949班次，服務市民120800人次，其中60歲以上長者乘客佔比超過70%，係名副其實啟港人北上專屬便民路線。所有長者今後想獲得深圳福利、交通政策改最新準確資訊，千祈唔好睇短片，唔好聽朋友圈轉發改小道消息，一定要以官方渠道為準。深圳地鐵官方網站、深圳市民政局官方公告、iS深圳 APP、深圳民政微信公眾號呢4大渠道改資訊，先至係唯一真實、有效、權威改標準。最後，我再簡單總結一次核心重點，方便大家記住，轉發俾身邊啟親友。第一，落優拔，從來唔可以喺深圳地鐵免費乘車，頻繁拍卡會導致卡片凍結，影響香港正常利用。第二，深圳從未取消港澳長者免費乘車福利，2026年福利持續升級，範圍持續擴大。第三，人面核驗系統係公平防濫用機制，唔針對港人，只規範違規行為。第四，合法免費方式只有3種：人工通道出示回鄉證、辦理深圳2年卡、手機實名開通長者乘車碼。第二，大安區一城一策，竟深圳福利最包容，跨城出城需提前確認規則。只要掌握呢啲正確規則，所有香港長者都可以安心北上，暢通出城，合法享受大安區啟便民紅利，再唔會中伏、被查、被凍卡。睇完呢條片，相信你已經徹底搞掂深港長者出行卡所有規則，破除咗所有網絡謠言。我想問下大家，你身邊係咪都有好多長者一直唔用樂悠北上搭車，被網絡假消息誤導？你覺得未來深港福利全面互通會唔會係大趨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解困法，我哋一齊交流討論。中意呢種求真辟謠、實用乾貨、解決普通人真實問題嘅片，記得讚好、收藏、分享俾身邊啟親友、長者，幫更多人避開誤區，唔受謠言欺騙。仲未訂閱頻道啟朋友，快啲撳訂閱，打開小鈴鐺，我會持續更新最新啟深港政策、跨境便民資訊、真實無透露啟乾貨科普。